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迄天我伫咧路边，大路看到一对翁仔某咧冤家。哦，唔拍甲呢，冤家娘济才有对大路来。煞唔知影因某咧甲因翁俩，讲我喊伫几时做一个生日，你送我一个卡网，无牌10牌啊！哦，讲到即句10牌啊。各种有条工去查呢，民间拢有咧讲嘛，真侪朋友你拢听有嘛。毋过字典无记载呢，所以有真侪少年家，咱来解说互听。10牌啊，就是较厝顶的，较无遐尼出名的品牌，或者10牌啊。做某的咧计较讲，你送我的卡网是10牌啊，做翁的我那无认输，我那甲讲吼送礼物，敢毋是心意？我呢吼对你敢无疼惜？结果啦。送你一个卡网，最近我著趁卡无才调买有名的品牌，你著安尼翘头。讲到即句翘头，原来字典查无哦，即摆字典无记载。毋过民间咱拢有咧讲哦，翘头就是啥，姿势极足悬嘛，下海牙悬悬咧看人，头有影翘翘，安尼叫做翘头嘛。你即个某嘛真翘头，就是讲无法度体谅翁啦吼，姿势极较足悬毋好啦。因某本来要甲因啦，喙还未开咧，因翁继续甲嚷。我伫路边看甲真紧张啦，啊，毋过我哪有哪抄，台语哪学啦吼，因翁继续甲因某骂啦，骂讲咱兜吼也无空间啊啦，空间无够。我国情啊，空间甲空间同款两字呢，无毋对，毋过汉文音甲白话音发音无共呢，都空间也无啊，空间无够。咱简单讲无骹路，无骹路就是啥？无地囥，安尼叫做无骹路啦。咱兜无骹路，你叫我安尼骹网一直买。5卡10卡，你敢爬去？敢赶去？结果因某原来听到安尼真凊心，目屎全顶落来啦。讲你听好，翁婿，我是心内咧想讲，你偏偏要送我礼物，你无送一个较有牌咧，做某会赶出去，嘛正人会感觉讲，你做翁的同款有面子。我毋是叫你加买3卡，加买5卡互我，啥物咧甲我讲骹路的问题？做翁的吼。唔通安尼，我讲两句啊，你就压哀啦。哦，即句压哀，我那字典查无，民间有讲的台语哦。压哀就是啥？就是埋怨，就是迄喙，安尼拗念无休，安尼叫做压哀啦。当然啦，国情咱则表明一下，袂啊讲我食饱才用伫路边看人翁仔某冤家无啦吼。做翁仔某合伙的嘛真济啦。我是咧研究讲，我有去学到真济民间的台语字典查无的，互你做参考。